23至到9月27，8火 soundcheck， 天馬公園，到時大家見。Yeah。路過貴境，我心情忐忑不定。出邊橫風橫雨，屋入邊太安靜。扮瞓嗰班，其實佢哋清醒。我哋點講佢哋先至明。直至唱多幾次，試問誰還未發聲？但我哋見到大環境轉來媒體將我哋升，唔係遊行就可以獲勝。將抗爭帶入生活，不斷組織，不斷革命。一場罷課萬人響應，少數人意識提升。外面班人仲當我哋廢青，要知香港班犬儒，人講佢又講，我哋需要更多聲音日以繼夜抵抗。如果有心出一分力，就放低16個巴，或者用其他方法推動抗命，唔好由得佢淡化。權貴最希望我哋冷漠分化，我哋團結出嚟行動，佢最怕。從來要得到，首先要付上代價，無數鮮血灌溉出今日自由花，一波接一波嘅浪花將頑石打成碎沙，做個人民公敵，大叫 Fight the Power。從來要得到，首先要付上代價，無數鮮血灌溉出今日自由花，一波接一波嘅浪花將頑石打成碎沙，做個人民公敵，大叫 Fight the Power。